欢喜无？啊，现在我现在水啊，足水啊吼！哎呀，爱水是女人的天性，不管你几岁拢同款。两位昆山科大时尚等的学生，当咧为百岁零岁薛阿嬷化妆打扮，就是要予伊水水来过生日。看到阿嬷欢喜的表情，也互两位大学生欢喜又够感动。很开心，就是可以来服务长辈们这样，然后帮他庆生，然后阿嬷开心的话，我们也很开心。很少能参与这种活动，然后又是跟他们一起，就帮阿嬷装扮，因为她100岁了，很不容易。为了让这场庆生活动更加热烈，华山金会嘛邀请到真侪贵宾来陪伴阿嬷。伫现场，咱会当看到东区区长颜灵通、市员林义莹、当地里长以及真侪爱心人士，拢斗阵为薛阿嬷唱生日歌，场面温馨。华山基金会在这疫情期间还是不断的服务长辈。那我们在全台已经服务了近3万人长辈。那我们在年节的时候举办这个爱老人爱团圆，已经第19届了。邀请您一起来，让我们跟我们一起陪老人、爱老人。那1250是我们常年的服务经费。那我们一起来。爱老加1，那陪他笑，伴他老。薛阿嬷只是华山基金会伫全台照顾将近3万位长辈其中一位。基金会也欢迎认同因理念的朋友，会当向各地华山爱心体彩站联络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